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在这新的一周开始，愿主亲自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炼净我们，使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此刻，让我们同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求圣灵此时就与我们同在，运行在这里。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同心聚集在你的殿中敬拜你。虽然台风的来袭，但还好对台南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你的恩典与怜悯实在够我们用。主啊，此刻我们将心转向你，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耳，让我们能敏锐你的同在，听见你的声音，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主啊，在敬拜中，让我们在敬拜中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经历你，也更像你。主啊，愿今天的敬拜成为馨香之祭，蒙你悦纳，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接下来让我们能够用心，用我们的全心全意来敬拜我们的神，将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于他。感谢祷告都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乃是基督在我里。
降服于你，圣灵降下能力，将我生命全更新。我愿放下自己，我愿降服。主啊，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将自己的主权再次交给你。主啊，恳求你，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降服你，在你的宝座前降服，在你的宝座前当中。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此时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我降服于十架的恩典，何等的爱，你大能手扶持我，太荣美，何等荣美。去哪？除了你世人左前，我降服于十架的恩典，何等的爱，你大能手扶持我，太荣美，何等荣美。
尊重赞美他。
是坐在天国宝座的君王，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的牧者。主啊，我们在经历了台风的侵袭，我们得平安，献上感恩。我们一起聚集在你面前，是为了将荣耀归给主，也领受从神来至大无比恩典跟福气。主啊，你呼召我们众人齐聚，同心欢唱、敬拜、祷告，听你的话语。一个大众的聚集，看见大家同心合一的敬拜。你也提醒我们，要在个别跟神的关系更加的紧密。所以我们在公众场合当中，也同样求主将圣灵的恩典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从诗歌、歌词以及每一样礼拜的程序，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运行。你的启示让我们更明白你的救恩的确信，以及你的恩典祝福要在我们当中。愿这个礼拜荣耀归给你，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同得圣灵的感动跟祝福。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同心开口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6章1到4节，以及14到18节，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预备来。你们要小心，不可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虔诚，故意让别人看见。这样做的话，你们就不能从天父获得奖赏。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大吹大擂，像那些为善的人在会堂或街道上所做的，为要得到别人的夸奖。我告诉你们，他们这样做已经得了所能得到的报偿。你施舍的时候，别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应该是一件隐秘的事。这样，那位看得见你在隐秘中做事的天父，一定会奖赏你。你们若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的过错。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为善的人，他们装出一副苦相，故意蓬头垢面，好让别人看出他们正在进食。我告诉你们，他们这样做已经得了所能得到的报偿。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在进食，只让那位在隐秘中的天父知道。看得见你在隐秘中做事的天父，一定会奖赏你。圣经读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接下来请西罗亚小组、微光编织、吉他班一起献诗，献诗完请夏牧师讲道。今天夏牧师分享的信息是基督徒的信仰行为。我
拍手鼓励。感谢主，今天其实有3个单位一起联合献诗啊哈。我们看那个周报里面有写他们是我们的西罗亚小组，摇一下手来，西罗亚小组，好，微光编织，来，编织队举手，还有一个是吉他班，来，吉他班。今天呢，我们的总教练是我们的徐乃杰弟兄，是不是？还是长老？拍手一下，拍手一下。哇，他们今天的唱歌的组合真的是让人家掀起了回忆了哈。他们唱这2首诗歌，是我们教会的第2代青少年的主题歌，就是让赞美飞扬哈。那若应该也算是第1代跟第2代之间。所谓的第1代青年是大概是以牧师为任，这样比较好记。我们的王牧师的时代就是魏鹏长老他们这一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然后第2代是我跟谢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我们的崇宁啦还有我们的恒毅啦很多这一代的青年人现在都当爸爸妈妈的他们当初学的敬拜赞美第1首歌就是让赞美飞扬那我们很高兴说我们的一个小组西罗亚小组，他们组织了编织班，而且又有吉他班他们一组就可以办一个教会办的事工了。我们再一次给他们鼓励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好像我们当中有很多都是我们的best 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们常常来参加，把你们最棒的拿出来分享谢谢你们那我们也期待也许有一天我们更多人喜欢学吉他，可以再报名，在第2届的时候再来报名参加他们在学吉他还可以喝咖啡，我们在那个微光咖啡那边很好欢迎大家。我们每一个单位都有美好的服事跟事工感谢主我们也感谢主这一次台风的警报很严重了但是感谢主，好像船过水无痕了，我们南部都没什么感觉真的要感谢主，因为好像那个台风中心往北偏了。希望现在到中国大陆那边也都平安，大家都平安我们一起要分享神的话，我们一起先来做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从敬拜、从诗歌、从祷告，以及从你的话语得到美好的启示跟提醒，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也要从你的话语继续得到造就跟帮助。求你带领我们一起学习，也让圣灵亲自感动每一个人的心，得到美好的造就。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继续在这一个登山宝训的系列当中，我们已经把第5章的分享完了那我们现在进入第6章。第6章有什么特别呢？就是说他谈到了基督徒的信仰行为。那我们今天只读了2段经文，一个是第1到4、14到18，第6章。那其实它是整个连贯的，中间没有读，不是说不重要，是更重要，只是说大家都很熟悉了等一下我一起分享。那个基督徒的信仰行为，跟前面耶稣的教导有什么不一样呢？简单来说是这样子他提到敬虔行为与施舍，后续还有祷告，还有包括禁食，这些情况都有什么特别呢？它的特别的之处在于说，前面第5章的时候，除了我们所熟悉的8福之外，耶稣的教导通常是针对，特别是在品德上的个人的操练。比如说论爱仇敌啦，问启示啦，问男女的关系的健康啦，还有论仇恨啦，人打你的右脸，左脸给他打啦耶稣要成全律法啦，还有门徒要做盐做光，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品格的培育的部分。那进到第6章，耶稣转了一个方向那我们先从这个第1节到第4节看看耶稣怎么教导。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虔诚，故意让别人看见，这样做的话，你们就不能从天父得奖赏。很明显的、清楚的教导，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读这段经文都很有感了因为他的教导跟一般理解都非常的清楚他说，第1段先讲
敬虔的行为，反正就是一些信仰的行为。但是马上接下去他就讲到施舍，就有关我们做善事哈。他说不可做大吹大擂，像那些为善的人在会堂或街道所讲的，因为他们得到夸奖，已经在赞赏当中已经得到了，就不再得从神而来的祝福了。第三，他说施舍的时候，别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说法。其实这个是跟犹太人他们的俚语有关的哈，就是和他们的当地的语言的交代有关。意思是说，完全忘记了右手做什么，左手竟然不知道。那种清楚就是完全看不见自己。然后他说，这样在隐秘当中，上帝天父一定会奖赏你。那这段经文一个开头，我们是要从这个来说，就是说，原先耶稣是针对基督徒信仰外在的表现做教导了。前面是品格，怎么面对仇恨，怎么面对这个得罪你的人。那现在就是你在外展的那个信仰行为有什么呢？施舍，周济穷人。第二个是祷告，第三是禁食。他从道德上的正确转移到所谓的宗教的正确啊，就宗教上的行为啊，你要特别的注意的事情。耶稣他特别警戒说，不要在别人面前行出敬虔的行为，故意叫他们看见。那耶稣讲这些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我们马上联想到马太5章16节，我们前面有一段做光做盐，对不对？它很明显就是说，你要光要照在人前啊，你要做世间的盐啊。换句话说，你要特别的凸显出来，让人家看见你啊。说灯不能放在斗底下啊，要放在灯台上啊。那跟这边说不要跟人家看见，到底有什么冲突呢？其实耶稣在处理两个不同的面向哈，不同的面向。那其实我们台湾呐哈，特别是亚洲台湾的基督徒，尤其你从小是基督徒的人，你们都有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哈。从小我们在生活当中哦，无论是学生同学啦，或是你邻居啦，我们有时候很不好意思跟人家知道说我是基督徒，特别是在一起吃午餐的时候，你要低头祷告，很多同学就会捉弄你啊，把你的碗、把你的吃的东西拿走了啊，不然就是以前台湾人故意讲基督徒一些比较贬义的话，比如说你是假搞的啦，你是鲁搞的啦，就是一种就是说把你看得很轻那种感觉。所以我自己也体验到哦，有时候你的环境不很友善的时候，你要表达你是基督徒，反而是一种很大的一种压力同儕之间讲一句这个讽刺你的话，你会觉得很难受。但是在耶稣的时代，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嘛，所以反倒是他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太夸张，表现出自己。我们这边是鼓励你表现是你是基督徒，对不对？但是在耶稣的这个当时的环境，耶稣讲这个一定有原因的，因为当时的社会已经把宗教变成一种表演，把宗教当成一种身份的象征。那这样的话，跟敬拜神的距离就差很远了。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耶稣不是说你要光照在人前吗？你现在又叫人家祷告，或是你施舍，或是你敬虔行为，不要让人家知道。其实耶稣在处理两个不同面向。这个面向是什么呢？需要光照在人前的我们常常很胆怯，不敢。比如说主持公道，讲爱心说诚实话，主持公义，遇到一些社会的案件，你敢说我勇敢作证，有时候是会惹很多麻烦，对不对？所以呢，做光做盐是在处理你的胆量，处理你的胆小跟胆怯，你敢不敢站出来？那社会有一些人，就是他觉得他要主持公义，他就勇敢不怕牺牲啊。那所以耶稣说，要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是那一种在人面前看见你的信仰、你的作为，你不怕那种恶者的势力。但是在你个别的行为面前，反倒是信仰行为，反倒是提醒你不要太骄傲。前面是怕我们太胆怯，后面是怕你太
骄傲，然后叫我们不要让敬虔的行为摆在面前，好像看到你的级数很高那种感觉，所以把宗教敬虔的行为隐藏起来，我们就不会自夸，所以这两种同样在荣耀神。前面把光照在人前，把神的公义彰显，那是一种荣耀。那这样把那种敬虔的行为隐藏起来，也另外一种荣耀。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些事工的推动，耶稣的教导，对当时的人是很大的挑战跟冲击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说为什么不让人家看见，或是说要隐藏起来，可能有3种心态啦，就是你的内心想什么，比你外在的行为更重要。这些外显的行为可能有3种，一种是我们为了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掌声。我们现在的社会就很喜欢人家按赞，对不对哈？有时候按赞还有钱呢，有钱可以拿，所以就故意夸张啊什么的，让人家帮你给你抖内啦，或是很多的按一个赞，你又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级数这样子。另外一种是自己满足自己的浮夸的心，洋洋自得。那第3种是，我们只是要得到上帝的奖赏。那一种不同的面向，在耶稣给我们做提醒。那耶稣提到，当时是因为法利赛人已经把所谓的宗教行为、信仰行为夸张到一个地步，让他觉得好像在公众面前大吹大擂，说我要赞助谁，我要捐献给谁，好像大善人只有你能当，别人当不了。你在街口大声的祷告，好像你的祷告是非常的敬虔的，那些都是耶稣当时要处理的事情，所以耶稣才在这一个第6章的时候处理了这一些3种模式哈。那我们看见说，耶稣把这些人叫做假冒为善，假好的人假冒为善。那其实呢，我们刚刚讲说，台湾的基督徒有时候不大勇敢表达他是基督徒，把他的信仰行为表达出来。那其实另外一种就是耶稣在讲有关行善的哈。行善这些事情呢，在台湾的社会其实也有一种它的文化脉络。我们如果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可能你常常会走庙宇，对不对？庙宇很多那个柱子都雕龙画凤，那个都要贴是地址什么什么敬献，写大一点的。如果献的更大的，就字写大一点，对不对？不然就是一个大理石刻了一大堆名单说谁敬献，还写多少钱都献在里面。那个好像就是说要见证说自己有参与到这个事情需要得到社会的名声。那是我们台湾社会的一个形态嘛一个形态。那其实也受什么影响呢？受我们台湾很多是有佛教的思想的影响，就是你要做功德。做功德的时候，你当然做越多越好你的积善你可以累积很多功德在你的功劳簿上面我印象很深刻啦，我跟谢牧师还在高雄在应该是2007，大概20年前了。那个时候盐城教会有一个松联大学，很多老年人嘛，就举办松联大学。有一次他们每一年都会有什么春季啦、秋季的旅行，他就租了游览车去哪里呢？要到武陵农场。到那一天就感觉阴阴的，也在下雨一到上山，因为921之后就不能从梨山这个方面过去嘛，绕到宜兰过去从高雄到宜兰已经都过中午了嘛，大家有爬山的人都有经验，过中午会怎么样？台湾的山会怎么样？云雾都来了，对不对？大家想说没关系，反正我们要到武陵农场，就在车上休息对不对？车子慢慢开，慢慢走慢慢开慢慢走。但是前几天都已经稍有下雨了啦，在武陵农场从宜兰那条路上来有一些路边都还没有造得很好很坚固那个司机很有经验已经很有老经验了，但是他就那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刚好
一个转弯了，然后有车子从对面过来啊，所以他必须要靠边一点啊，光靠边一点要转弯的时候，不小心右边的车轮就陷下来了。那个边坡的坡坎不是水泥的，就破下。突然间大家要睡不睡的，突然间喊得出来，哇！整辆游览车，我跟谢牧师都在车上滚下来，哇，不得了！那个时候真的一片空白，想说啊，这个武陵农场那个高山，那如果下面是200-300公尺今天夏牧师就不在这边了，可能变成说我们在50几年的时候纪念夏牧师、谢牧师他们曾经在1990年来在我们当中牧会，真的是那种严重的地步但是也很奇妙竟然在高山上，在那个边坡下面，大概只有10来公尺，然后下面是一片人家高山人家在种菜的田地，都没有石头，都是泥土。那辆游览车因为长嘛，所以它就垮下来没有翻滚就垮下来之后就躺下来。所以我跟谢牧师坐的这边变成躺在下面。好了，这个故事当时蛮轰动的，到处新闻都报道说一辆载了老年人的车在武陵农场摔下来。其实最近几年常常发生过，当每一次发生，我们就跟谢牧师说：“哎呦，那个时候我们全车有受伤的，因为老年人尾卡没蹬起来，这边骨头都断掉，就光摔一下，顿一下，但是全年都没有生命的危险。那我讲这些故事是一个前提而已，不是讲这个故事本身，是大家当时一大堆救护车都把我们载到哪里？载到宜兰去了，因为从梨山这边不能过嘛，到宜兰的罗东的圣母医院，还有一个博爱医院，还有的载到花莲去，等于就有一点类似重大伤病，马上宣布说不同的救护车要送到不同医院，这样才能急救才能来得及嘛。那后来大家都慢慢联络说有4、5间医院大家有的要开刀，因为这个老年人那个骨头断掉，锁骨这边有的是那个肋骨，但是大家都没有生命危险，有1、2个比较严重一点，还有一个老阿嬷80多岁了，整脸都是血，被人家拍到了，哇，就放到报纸上面，大家吓死了。那个时候还有《苹果日报》哇，报到头版呢。不过我说这些事情看过来，大家那个时候在宜兰那边的教会真的很感动，他马上组织，因为那个921才过不久嘛，那个时候有那种救难组织我们的宜兰那边的教会他组织了一个团队，马上去各教会去关心，因为大家都外出，而且老年人没有人帮忙家人也赶不过来所以那教会的会友都在旁边帮忙。不过刚刚就是有讲这个事情其实重点在这里，很厉害的。那个慈济马上到，慈济马上来一个一个去访问这个人家来关心我们，不能说不好唯一一个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对不起我先拍照一下，我录影一下我要送钱给你你要录影一下，反正他们就一定要拍照，一定要录影表示他们关心有到位，然后才上级呈报。我也不是说他们的救助不好，我是说他们的心情是觉得我做善事一定要大大的推广出去，甚至现在他们都有电视台可以到对外宣传。那这个跟耶稣所讲的所讲的说，你不要做善事，不要让人家知道。有一段时间因为实际做的太轰动了，很多几乎台湾的所有的慈善工作都被他们包去了所以呢，有人就会讲说我们基督徒感觉耶稣的教导有一点不对呢，因为我们做善事都不能让人家知道有一点类似心情酸酸的。但是其实后来才知道说，有些事情呢，外表的宣传可能会让你带来更多的人赞助，这是可能的。但是耶稣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做的善事不让人家知道，也不代表我们没有做。其实台湾从有教会或是天主教，很多天主教的，特别是他们的神父、修女，在深山、在偏远的地方做很多善事，都没有人知道的。那我们就是按照耶稣的教导，虽然宣传会让人家更注意你，
但是做好事，神的祝福不会比这个更少。那我们看见耶稣在告诉我们说，不要故意在人面前，实际是在让我们在信仰的行为能够有一个非常健康的概念。因为大家争先恐后的想要彰显自己，所以呢，耶稣建立一种另外的方式，就是隐秘的方式他是献上自己，甚至忘记了自己，因为这个是要彰显上帝的爱，然后自身藏着喜乐，就那个喜乐跟平安也超过其他的奖赏，那个才是最高的施舍跟模范所以说，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就是有位台湾很成功的企业家叫尹衍良先生过世了，70几岁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过世了大家觉得很不舍不舍是不是说这个企业家对台湾很重要了他以前那个大卖场叫什么大润发，对不对？还有什么南山人寿都是他的嘞，但是他最主要的产业是建筑方面，他发明很多施工法，还得博士，而且得奖，甚至是有所谓的专利听说我印象知道，好像说我们台湾不是有一种预铸工法吗？就是建筑东西你先在工厂或是在空地把它做一个模做好了，然后把它叠，到时候在那个建案那边把它叠上去听说也是跟他有关。但是这个不是在讲这个部分，他过世之后，突然间很多人写文章在纪念他，然后奇怪他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当然觉得很不舍嘛，但是竟然是有人在怀念他，是因为他很多为善不欲人知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北台湾最老的一间教会淡水教会，他们在纪念这位尹衍良先生。原来稍微了解，原来他也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他当基督徒不会很故意彰显自己，而且去参加礼拜都是静静的坐在最后面他很喜欢穿那个卡其裤那个布的那个好像牛仔裤那个卡其裤，按照黑色的衣服这样子。他们在纪念说，这位尹衍良先生呢，帮助了这一间淡水教会盖了这一个马街纪念大楼。那看起来很多人慈善的人捐献也没什么不得了，但是因为他们淡水教会在纪念他，是因为说淡水是一间已经是古迹的教堂，而且前面还有一个叫马街医馆所以呢，当初盖的那间房子现在已经坏掉了，已经要坍塌了，但是没有办法修理因为没有那个动线，什么怪手啦，或是水泥车不能进去了怎么办？竟然被这位尹衍良先生知道，他就带着他们的专业团队来评估，用他们的方法把这一件围楼把它重建，就盖成这一栋很漂亮一个弧形的，因为好像中间有一个庭院可以让教会很好的事工跟活动。他们纪念他，就是用了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第3节跟第4节，他说：“你们施舍的时候，别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应该是一件隐秘的事，因为你们上帝在天上会赏识你。”他就说，这位尹衍良先生很低调，去参加他们淡水教会聚会都没有特别张扬出声等做完礼拜，他马上叫他们的工班进来说：“我们这个进度要怎么样？”他说：“如果没有这位企业家的帮忙，他们那一个在礼拜堂后面那个狭小的空间，还有它一个斜坡根本没有办法盖起来。”那有位台湾很出名的医师叫陈永兴医师，他后来也担任过立法委员，他曾经受邀去就是刚刚我讲的宜兰的圣母医院去当院长，然后他们那个时候也很缺乏一些，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天主教医院，没有足够的经费。他说也是这位尹衍良先生捐助的，而且他都不愿意具名那我们想说，这位基督徒的企业家，他用他的方式来奉献，
这是他们盖的这一栋马偕纪念馆哈，看起来很漂亮。几年前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曾经去参加，就是我们之前的传道西雅图传道，在这边封墓在那个淡水教会，那个时候我去参观，因为这间教堂很出名我们就到参观，发现那个时候大楼还在盖。但是我说，那么厉害，在这个隐秘的地方，竟然可以盖一间那么漂亮的楼。因为主建筑这间教堂已经不能动了，是古迹了。前面又是马偕医馆，这个更不能动。感谢主，就是说，基督徒的做法跟一般的人不一定一样那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说，耶稣告诉我们说，行善上帝记住你更重要，比你在世间的荣耀跟光芒更重要。所以他说，施舍是为上帝面前行出来，知道我们内在的内心，而且发现这个奖励是我们像圣经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那感谢主呢，我们在第二段经文我们没有读了，但是因为这段就是耶稣所说的最著名的我们的主导文那我就刚刚没有在圣经显示出来，但是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耶稣怎么样告诉我们。他说耶稣的前面先教我们怎么祷告，跟前面的脉络类似你不要彰显你的信仰行为，你不要彰显你的施舍行为，还有再来这样讲说，你祷告的时候也不要太彰显自己这样子。那这段经文他这样说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为善的人喜欢在会堂或十字路口站着祷告，故意让别人看见。我告诉你们，这样已经得到你们应得的奖赏了。还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们内室，关上门，向在隐秘中的天父祷告。你们看那位看见你们在隐秘中做事的，一定会奖赏，天父一定奖赏你。然后他又讲了一个提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异教徒那样重复没有意义的话，他们以为只要长篇大论，上帝就会垂听。不可像他们那样，你们所祈求以前，你们天父已经知道了。大概这些经文，我们在很多小组啦，或是讨论当中，或一些分享神给我们的教导的，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那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提醒我们3个部分，一个是他说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的敬虔行为背后其实是潜藏着骄傲，想让人家看见。刚刚我们提到说，当时的社会氛围已经把信仰或是宗教行为当成一种表演，或是一种建立名声地位的。当那个撒该要去见耶稣的时候，被排斥到根本看不见耶稣，所以他只好爬到树上去。而且当耶稣说我要到你家的时候，很多当时的群众就说：“哎呀，这个耶稣怎么搞的？跑去跟罪人在一起啊！”所以那一种情况已经在当时的社会就建立一种很奇怪的氛围。我外表现得我很虔诚，我的祷告很大声，那在社会上就是有名望、有地位的。用这种浮夸的风气，其实耶稣他所要改变的地方。包括后来我们不是有看到耶稣把那个换银钱的那个摊位都推倒吗？这个都是同样一系列的部分那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从这边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其实有一个自我的省思，我们去教会到底是真正你要敬拜神，还是为了让人家说某某弟兄你好敬虔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看到你？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类似说，为了人情，或是为了让人家看见我就来做礼拜，但是你真心跟神的关系反倒是不在意。有人个人灵修，把自己说读圣经读几遍或是我会背多少经文或是我灵修多久祷告多久变成一种自我吹嘘的部分，那个也不是正确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把赞美献给上帝，跟施舍穷人心中得喜乐是一样的。赞美不是要给人家看见，而是你跟神美好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从这边学习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学习到说，耶稣教导我们要怎么祷告，他就是说要进入内室，关上门，我们要紧闭房门，避免别人让外边人让我们分心那这一个我们的大纲在周报的大纲那个划线的把它消失掉了
啊，你可以从这个红的字的去看见，把它补上，这样就比较完整哈。就是我们的第2段的这一个大纲里面的划线的部分空格消失了。那这个事情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啦。其实哈，我们如果台湾的基督徒在读这段圣经，你会觉得说，这个耶稣的教导对我来讲没什么问题啦，没有什么挑战啦。因为我怎么敢跟在众人面前大声祷告呢？叫我在小组里面祷告我都不敢了，还敢在众人面前祷告大概你会觉得说，这个对我没有什么问题，没什么困难。其实我们台湾的基督徒特别是长老教会，牧师从小到经过，祷告成为很多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障碍。叫你要祷告，哇，吓死了如果你不提前跟他讲说，请你祷告，他后来会骂你，说你怎么搞的，在公众场合突然间说某某人请你祷告，哇，这个恐惧感不知道怎么来的，不知道。叫你讲话，可能跟这个也有关吧。有时候叫你讲话，你也不想讲，就有一种社恐的感觉，就众人面前你就不敢开口。不过台湾呢，有一个很特别的风气改变。台湾自从有卡拉 OK 之后大家很热心展现歌喉很奇怪这个卡拉 OK 一响过来你那个麦克风都抢着要唱。台湾人的个性好像在这边改变到，但是祷告也要这样勇敢要开口祷告曾经有教会的长执一个新牧师来到这边了他也就很礼貌上说，某某执事，等一下请你祷告。哇，他战战兢兢祷告完之后呢，礼拜结束就跟牧师讲说，牧师以后不能随便叫我祷告因为他就说你让我漏气的感觉啦，觉得说没有顺利准备那这是我们台湾人特别的，我们反倒要翻转过来。我们感谢主，我们富强教会已经脱离这个段落，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参加礼拜5的这个祷告会的时候，当主持人说我们一起开口祷告，我们发现说有音乐啦，有祷告声音哇，大家一起重新开口祷告。那这个是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过程因为长老教会以前就是静默祷告，完全都没有声音的。那这个是一个改变，所以耶稣是叫我们说，当有公众的祷告，其实并一定要排斥，勇敢开口。但是他说，你个人的事情要跟神来分诉的时候，你要关上门，那这样会避免分心嘛，这个是我们这个内在跟神的关系了。那弟兄姐妹，他还提到一点，就是说，很多人祷告会像外邦人一样，重复一再重复，啰啰嗦嗦，一直重复，好像没讲完不行听一次不够，再听第2次。这个情况我们最常碰到，就是说，自己也感觉到，我们的老妈有没有？妈妈常常第一次讲，然后又讲一次，我们很多孩子那个不耐烦说：“妈妈，你讲过第101次了啦，不用讲了啦。”好像妈妈的叮咛有时候觉得很烦，但一旦妈妈离开的时候，你说妈妈听不到你的叮咛了，听不到你的这个重复了。但是他这样讲是说，耶稣说不用重复，因为主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只要勇敢虔诚的跟神说，主我确实在这边需要遇到困难，这件事情我需要你的带领，需要你的保守所以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就是说，我们的天父并非是无知的人或者他忙到没有时间理你他不需要你提供多少资讯，他也不利于来帮助我们，不需要你绞尽脑汁要说服他。你的敬虔，你的诚心，你的跟神面对面那种感觉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是我们的天父，爱自己的孩子，也知道自己的孩子一切需要的天父，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心态。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再浏览一下主祷文主祷文它告诉我们怎么祷告。我们刚刚已经在礼拜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练主祷文，那是我们传统的祷告文，都很熟悉会背了。不过这一段祷告文它是用现代中文出来的，你再来对照一下。他说：“因此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愿人都遵从你的圣名，
愿你在世上掌权，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如同实现在天上。再来就是赐给我们今天所需的饮食，饶恕我们对你的亏负，正如我们饶恕了亏负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遭受承担不起的考验，叫罪我们脱离邪恶者的手。再来是对不起，这个是好像是台语的这个没有改到没关系。我们在后面这个经文14到15节是这样说就是说你们若饶恕别人的过错，天父也会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最近很多小组都在进行这一个RPG。我们说学习祷告主导文的一个脉络。第一段是荣耀神，肯定神的国度、权柄、荣耀。第二个是看见国度的需要，我们这个社会的需要，我们教会的需要我们这一个国家的需要，这个也是一个公众的一个关心的祷告。第三种才是面对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这一段。所以前半部的需求就是主祷告的顺序是不是自己的名字，不是自己的国度和旨意，而是上帝的。所以当我们能够真心诚意这个表格没有画出来，真心诚意的说出这些祷告，这表明你跟基督的关系、信仰的纯度，还有所谓的检验。那这是我们最需要的部分弟兄姐妹，这一段荣耀神、肯定神，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才从原先是你，我们说称呼神是你，现在变成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怎么样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些话慢慢进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说主导文的后面从你变成我们，再来就是祷告祈求神在日用的饮食来给我们。他指的不是说让你家仓库都装不完你家的饮食冰箱都装不下。他意思是说你所要的就是生活的必须，而不是奢侈一大堆用不完在那边反倒觉得让穷人受苦这样子。那在下一个主题是免我们的债，他将罪比作债务因为罪需要被惩罚，当神饶恕了罪，他就免我们的惩罚，撤销我们的指控。所以耶稣说我们免了人的债，并会要借着饶恕别人来赚得自己的饶恕，好像来换的。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因为得到上帝的饶恕了，所以我们就有力量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是因为先得饶恕，所以你有这样的恩典跟祝福去饶恕别人。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祷告文一个简短的分享，就是说天父的创造跟护佑。我们说讲天父嘛他是给了我们日用的饮食，没有欠缺。讲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和赎罪，他就赐给我们饶恕。然后我们说因圣灵他的同在跟内住，就赐下我们能够得到这个胜过恶者攻击的力量。弟兄姐妹，他在讲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我们饶恕别人，神也饶恕我们。他的话还讲的就是说，不叫我们遇见凶恶不要遇见凶恶。那个这部分的意思是在提起说，也许我们会遇见我们无法承担的试探。那我们求神说我的能力根本不足以去承担，神让我不会遇见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谦卑自己，说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来抗拒或是来阻挡这个引诱。我们台语有一句话很多人在做祷告，他说不要让我遇到袂当担当的事啦，无法担当的事让我不要遇见这种无法担当的，意思是大到你根本处理不来的。而且还有说从邪恶中把我们从邪恶中试探救出来。那这个是我们祷告一个重要的点。反正那几个点都包含了我们整个生命、信仰生命。弟兄姐妹，最后呢，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耶稣教导我们说，基督徒跟进食了。基督徒跟进食，从6章16到18节，他这样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为善的人，他们装出一副苦相，
故意蓬头垢面，好让别人看出他们正在进食。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样做已经得到应得的奖赏。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哈？耶稣从行善、信仰行为、祷告，一直到进食，他都这样告诉我们说：不要让人家看见，因为这些就是你的信仰、你的宗教行为，是你跟神的关系，不是因为人肯定你了，你的信仰就高阶一层。你的祷告让人家看见了，你的祷告就得神垂听。还包括你进食，不要让人家看你，哎呀，面黄肌瘦啊，真的不知道进食几天的啦，啊，进食40天啦，啊，差一点都没有生命，好像觉得你的功力比人家厉害，这是不是耶稣所教导的？他告诉我们怎么说？他说，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而且让自己装得非常的光鲜亮丽，反而是让人家不知道你在进食哈。他说，不要让人看出你在进食。只让那位在隐秘中的天父知道，看见你在隐秘中，天父要奖赏你。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一个很重要点，就是说我们教会1年大概有2次的禁食啊，就是我们的受难日前40天，我们在圣诞节前，我们一个受洗的一个代祷，我们有21天的禁食祷告，连锁祷告。那这个祷告其实耶稣要我们做的是克己的训练。你平白无故进食干嘛？不吃为了减肥也还可以啦。但是进食如果跟神的关系是一种克自我的操练，他这句话跟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同样的意思，同义词啦哈。那进食也可以用来说，我对于我过去的过错、我的过犯感到哀伤，用进食来有点类似提醒自己。因为进食通常会引起身体一些变化嘛，饥饿的感觉、口渴的感觉，那是上帝表达，就是上帝的子民为了罪来表达忏悔的一个适当的一个方式哈。所以我们进食祷告其实是为了要在上帝面前寻求特别的指引跟祝福，都可以将食物引起来的一种事物来转移，不要让食物引诱了。那单单可以来寻求它。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资深的基督徒祷告进食祷告还有一种很重要的这个宣誓就是不让恶者来攻击。教会以前比较多，常常有那种医病赶鬼的比如说要去除偶像，要去这个赶鬼，通常牧师或是这些同工，大家互相邀请说，那我们中午就禁食。禁食的意思是表示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啦，自己多少有大的力量，是因为谦卑自己，让神来动工的意思。那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学习禁食的功课那另外一个，从圣经的教导是，禁食是一种转移你的，就是说你的金钱、食物这些物质的东西是可以帮助别人，因为你不吃这一餐或是禁食，是会节省下来的钱，是为了去帮助别人。所以在圣经以赛亚书有这样讲，以赛亚书说我所要的禁食，岂不是要你们松开凶恶的绳吗？岂不是要你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将流浪的穷人接到家中吗？我记得曾经有一位牧师，他就曾发起一个运动了他说我们不是年夜饭的时候，对不对他家里哇大餐啦一大堆啦，佛跳墙啦什么那个很丰富的菜都摆出来。他说省一道菜，然后救一个家庭这样子。就说我可能花费本来是1万块的那个年夜饭的钱，那我就把它省下一餐，省下一道菜，省下1000。那1000不是说你为了节省，而是说我把这1000块当成赞助的费用，捐助给别人。那圣经以赛亚书就提醒我们说，你的进食是为了帮助穷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边看到说，进食的目的不是为了广告自己，而是为了操练自己，不为自己赢得好名声，而是要在上帝面前表达我们的谦卑，用软弱、虚弱
来看见神的荣耀，把自己的软弱摆在神面前，以及有需要关心的人身上哈。那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呢，曾经办理过好几次访韩盛会啊。那大概是我们平常在参加禁食哈，可能是餐次最多的，因为在访韩盛会的时候，我们到祷告山的时候要禁7餐呢，要禁7餐，就是三天多哈。哇，进到最后好像那个时候很不舒服啊，所以刚要恢复公餐的时候，他就让你先吃稀饭，不要吃大餐，因为吃稀饭稍微让胃恢复一下。不过很多人刚开始觉得是不可能的任务，奇怪，禁食最难过的是前2、3餐呐，后来觉得习惯了，因为胃已经习惯了反倒觉得很舒服啊。哇，喝一大堆水让水充分很多人就感到非常美好的经验了也许这个访韩盛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就是禁食的学习那最后我们要说，耶稣他比较2种敬虔的方法，从敬虔的行为从那个施舍，从祷告一直到禁食。主耶稣说，法利赛人的敬虔呢是展示的用途了，是由骄傲所推动的，是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但是呢，基督徒的敬虔行为是暗中在进行的，是由谦卑来推动的，得到神的奖赏。弟兄姐妹，我们期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的路程当中，我们看见耶稣的教导，也在你自己的属灵生活里面得到一种无法表达的那种喜乐跟平安，是因为神给你的确信，他的奖赏是从天上而来的。虽然外人不知道，但是你的喜乐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愿神在我们的信仰行为上有美好的学习我们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全部到位了，但是这个是我们往神的恩典的方向所行走的。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然后来做一个公祷这首诗歌叫《祷告的力量》我们如果有敬拜团的同工，可以拿麦克风带着我们一起唱让人家能够更熟悉这首诗歌。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我多喜乐和种子，你泪水浇满人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身心建立在基督的恩上，要的力量世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向自己，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祷告的力量，世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向自己，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因你信实，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以下的代祷牧师在周报上有特别提到了，我们50喜年已经到最后1个月了那在这边有一些祷告的内容，我们在周报有写，那牧师也在这边用投影片，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来做祷告。我们在周年庆祝下个月的8月7号、8号、9号
有培灵会，刘子俊牧师有4堂的培灵会。再来是我们在8月9号要举行感恩音乐礼拜，在8月9号的下午，还有在傍晚我们要举行庆祝餐会。我们为以下这些事情来代祷。第一个，我们求圣灵眷顾，堵住破口，阻挡恶者的攻击，保守各项事工顺利。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热烈庆祝感恩上帝的时候，常常魔鬼会搞破坏。我们要谦卑的求神掌管，让我们所做的安排，我们所做的计划都能顺利推动。等一下礼拜结束，我们的50禧年的委员会要开会，求主让我们所讨论的都能得神的心意。第二个，我们为刘子君牧师的培灵会众人得造就祷告。第三个，我们的圣歌队最近这几个月努力在练习，因为我们邀请了金希文教授写了特别为我们所做的一个曲子，叫做诗篇65篇。那他们在唱这首诗歌难度有点高很认真在练习。我们求主帮助保守他们乐团还有圣歌队员有美好的练习。第四个，我们也为那个流程祷告，音乐会、感恩音乐会还有来宾参加的很顺利，各样布置、各样的流程都很顺利，有荣耀神的敬拜。第五，我们为那一天的餐食祷告，因为有800多位要来一起用餐，求神带领，让餐厅、饭店他们准备的食材，他们烹煮的过程都非常的卫生、非常健康，让桌次的安排都很顺利。因为我们要在地下室还有3楼2个楼层来举行，所以再来就是为我们那一天庆典的气候能够很稳定，来宾交通也很顺利文化中心跟长隆酒店有美好的搭配跟我们配合。最后一个，我们为全年度的庆祝的经费所需的上帝的供应如果你可以用周报的第6点第4页第6点看这一些，我们一起照着你的感动，为这些事情我们开口来为这些事情来守望来代祷。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能力在我们当中，求圣灵来扶持眷顾，堵住破口，让我们看见神挡住了一切恶者的攻击，让我们的事工非常顺利。主我们为刘子君牧师他所做的培灵会能够顺利造就众人来祷告。我们也为我们圣歌队要练习金希文教授的诗篇65篇能够顺利完成美好的信心盼望。我们为来宾顺利参加教会的我们的敬典的布置都顺利，为感恩餐会一切健康顺遂。我们为庆典的气候、前年的经会都求神亲自保守。我们感谢你，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我们在8月9号庆典的高峰，剩下不到1个月了。主，我们感谢你。过去半年来，我们推动了各样研讨会、各样的庆典事工，都等神的恩典，一切都顺利。许多弟兄姐妹也从那边得到好的造就，我们的团队也做了美好的服事，我们献上感恩。主再来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在下个月7、8、9 3天所要举行的庆祝事工代祷，求你保守，无论是培灵会，无论是圣歌队的献唱乐团的练习，以及我们餐食的准备，还有礼拜的流程的预备布置场地的配合，以及我们那天的交通，还有气象、气候，还有我们的经费。神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我们能够所想到的不完备，求神亲自来保守眷顾，让我们所做的荣耀神，我们所做的也能看见神的带领，看见神的大能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一些事工荣耀归给主，众人都得着平安、喜乐跟造就。献上满满的感恩以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一起来奉献。
请起立，一起唱奉献的诗歌。请坐。我们来读本月金句，在周报第8页，念2遍，预备来。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诗篇29篇11节，再一遍。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11节，请看周报第2页。下周司会是张芷兰执事，其他服事同工请自己注意。个人奉献明细在第7页和第8页，如果有问题，请找财务部同工来订正。请看第4页。本会逐日决定7月16到19举办夏令营，我是媒体小达人。第1堂的时候我们有差派，那请大家为夏令营施工推动的顺利来代祷。那也请本会长老在7月18星期六下午3点半到夏令营会场为小朋友按手祷告。第2点，本会今天下午1点在2楼办公室召开50禧年庆典委员会，请全体委员提早报到。第3点，下周主日召开定期小会，也请长老记得要去开会。然后第8点，在第5页，第8点，本会预定9月6号起推动第9期幸福小组，还有福音茶会，期待各牧区各小组能够努力来举办。那幸福小组福音事工也是属灵征战，必须要事先来祷告预备，求圣灵来动工。第10点，其他消息，那个爱心午餐今天是暂停的，然后如果你的50禧年纪念 T 恤还没有领的话，在1楼大厅那边，请等一下记得去领取。最后一个是手操运动8幅，今天截止，牧师说一直到晚上都可以收。那其他有关50禧年相关的消息施工，请牧师来报告，谢谢。我们今天有很多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刚刚有介绍到我们的微光编织班还有其他班，因为有的可能先离开，我看名单有在这边的，你再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刘风玲有没有在这边？风玲欢迎你。还有郭玉涵，玉涵在这边吧，先离开。还有林议会，议会在那边，好，欢迎你。他们是编织班的哇，很多技巧都由我们的密珍小组长在教导他们挂了一个套也是你们自己做的那个法箍微光吉他班的是老师徐乃杰长老，欢迎你。还有陈梦洁，梦洁在这边吧，好，欢迎。哇，他们一个班很多贝斯的来，再来还有新朋友来，是我们
李慧芳姐妹在这边吗？慧芳姐妹，哎，欢迎你哈！是介绍李伟教授介绍的，还有一位是岳朝忠弟兄，朝忠兄，哎，放在后面，在后面，我们泽龙的朋友哈，还有一位从马来西亚来的林远金在这边，哎，欢迎你。他是槟城的荣耀国度教会的哈，还有一位是吴家芳姐妹，哎，欢迎你，吴家芳。还有一位秀琴姐妹的朋友刘振旺弟兄，好，欢迎你，好，欢迎你。我们今天虽然台风过后不是特别多的人哈，但是新朋友很多，真的感谢。我们跟他鼓励一下好不好？欢迎你们，欢迎他们。好其他补充报告了。第一个是牧师手上拿这个杯子很漂亮50几年的。其实很多纪念品这个杯子最好用，因为杯子只要不要摔坏可以永久使用所以很多人喜欢拿了这个当纪念品如果你有喜欢呢，这个要买这个要买一个150看起来很漂亮，很大气啦而且有把 logo 富强50象神奔驰，这个我想3林执事要多买几个吧你。因为他是这个名字，这个词是他发明的可以做纪念。好另外那个衣服因为我们已经领的差不多了，在1楼赶快去把它领来让你的那个我们在同工呢可以结案就对了因为有些可能剩下还可以卖大家把它完销的样子那最后牧师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啦，特别要补充是周报没有写就是我们满族长老就拜托牧师说你要说明一下，说你们怎么在周年庆早上有培灵会下午还要做庆典其实这个是我们尤其为什么要到文化中心举办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很简单。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邀请了金希文教授帮我们谱写的诗篇65篇。这个诗篇是首演我们的圣歌队已经练了好几个月了为了要让这个演出非常的比较能够好的效果，在礼拜堂可能效果还不出来，所以要到音乐厅第二个是人员的位置也够就是我们700-800个要集合也够。那我们曾经呢我们的委员会想了好多，也曾经想要到成大的那个他们的那个音乐厅，然后要到那个香格里拉吃午餐，或是到龙园吃，或是到我们以前的那个那个梦时代那个蓝坊那边吃，但是都没有办法让做礼拜非常的专注，而且又饮食也方便。那最后感谢主呢，是神的恩典呢。后来我们曾经为什么刚说会想到成大？到别的地方呢？因为当时听说文化中心这1个月要全部暂停，他们要整修了。还好感谢主，就后来说，展修要延后，所以我们赶快把它定下来，定8月9号，因为他们的档期1年前就要定了，而且当初听说要定的时候，要好像在买那个什么特别的门票一样，要秒杀那一种，马上要上网去登记。感谢主就登记完了。那后来为什么会？刚好跟培灵会就挤在一起呢，其实也是有因故，因为我们邀请这位非常棒的讲员，就是刘子俊牧师，他1年的事工是排得满满的，要秘书帮他排到最后只有8月9号7、8、9时间可以，他说改别的时间就不方便了所以我们到时候想说没关系因为我们早上培灵会就安静的听讲道造就我们反而弟兄姐妹不用付出太多的服事的内容，反倒是我们下午要到文化中心来参加这个音乐赞感恩礼拜所以就后来安排就是这样子流程过来的没有说刻意一定不能在礼拜堂做礼拜，不是啦，是因为有各种因素。那我们到最后觉得这样的选择是最好的，而且让弟兄姐妹不用跑2个地方做完礼拜就散步过去到我们的那个长隆酒店我们会安排座位啦，有的是要到地下室有到3楼去希望大家能够享受一个非常棒的感恩的一个
我们的高峰了，我们的庆祝50喜年了，最后100公尺，所以最后剩下10公尺要冲刺了。期待大家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愿神赐福大家哈。如果有人要报名那个洗礼哈，会在隔一周的8月16号举行洗礼式啊，希望大家在50喜年的时候，我们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啊，再做一个纪念哈，也是非常棒的事情。用这样跟大家做报告哈。很抱歉，今天因为台风的关系哈，我们就中午没有午餐了哈，但是请我们的所有的委员哈，我们50喜年委员，等一下做完礼拜就可以先到2楼的会议室哈，可能我们要一边吃便当一边开会哈。愿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假期，我们就礼拜天，谢谢。请起立，我们唱结束的诗歌。唱完后，请夏牧师为大家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恩典，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我们请做默祷闭会。